出，同时开启粤剧《红楼梦》首演60周年系列巡演活动。今年的大剧院版本的《红楼梦》呢，其实就是1999年新版《红楼梦》的基础，然后就是主要的是宝玉和黛玉的演员有所不同，以前呢都是。
是夜离家谁挂牵，七夕今日得永归，得永归，王好当是榜样，老子心知莫曾悔。可惜许多亲眷都不能见面，也有外眷小王子这宝钗对鸟谁为儿子不管算什？哎呀，夸夸有情。娘娘有旨，宣小王子等外眷今年传前。不管算什，夸夸有情，娘娘有旨，帮我进前。阿姐，宝兄弟，哎呀，大姐，宝兄弟，宝兄弟真的长大了，离家7年了。宝兄弟，你身上挂的那块牛，我好久未见，今日让我再观赏一番。好，大姐，莫说莫忘，先岁很长。听说谢家妹妹有过经书，也是件喜欢之物。今日也让我一并观赏观赏。不离不弃，芳名永记，这倒是也得你。娘娘，这院中庭的血管变我的得力，可都是宝鸟所替哟。哎呀，孤算大有长进，这院子巧夺天工，君子有雅。我这一回去，这院子定然严制封闭，切不可惜。老祖母，我命家中姐妹和宝茶队友等人，还有宝玉也同搬进院子，在院中用功读书，切不甚好。大姐，让我也不到院中去职。哎呀，
原来忘我本身，你们喜欢是在哪一次呢？宝姐姐，你喜欢是在哪一次呢？我嘛，对那自然我去我与他，香草最深的恨无缘。李妹妹，你喜欢是在哪一次？我今朝背地里，偏要到他一个伤快。
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，最讨厌狂公民，文完全的不顾文章。你玩的这些人，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浪鬼了，快趁早给我看看。好妹妹，今你看我是不怕的。哎，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哦。什么书啊？真是好文章。你要是看了，你万一不想吃你。妹妹，那谁想起？嘘，轻一点。好妹妹，意思好不好？是个多罪多病生啊，你就是那秦国秦人的妈。哎呀，你该死的无耻！明日演出来吊销，文章的娃儿欺负人，我苦要到舅舅跟前将你告。好妹妹，好妹妹，我不必多么称颂陈口言，好妹妹，你千万赏我这一招，我是有心欺负你。明朝让我跌在这池子里，让哪头鸟把我吞去掉。那张生一封是关于开城口，那一帮起神呀黄昏后，那后娘三称上我。老夫人，那为民父亲变做肉馒头，我以为你当是的，呸！原来是个牛羊拉枪头。好，你说说。你这个人好，我也要去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好妹妹，我们不但这个了啊！哎，好妹妹，
了点别的好吗？好妹妹，上次我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哎，你送我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你送我个香袋，我也送你一件好东西。这是北京王送给我的，是皇上撕下来的呢。什么穿了在哪个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个东西，我可要你的香袋。哎，我要香袋，要香袋，要。你要一个香袋，那很容易。王氏今日有人为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越为你越为主，又有什么金的牛的？哎呀，你又来了！你这个人啊，我们两人一早起一上睡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再来的呀，岂可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猜，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认了，什么认了你？我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也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分明冷有一些，看你穿得这样单薄，为得累了，他又要上风。可你自己也穿得这样单薄。结果，你真的不想唱戏了吗？你这样逃出来，他们会放过你吗？我不怕，我再也不让受人欺辱了。做戏子的见有时比无侬，在下来比台上多。此去必居东郊的，从此离开秦王府，真乃是非夫之交难分手，但愿得与你往来多传颂。
爷，这是机关在身子，请二爷留作纪念。君一纵是我一笑，圣人永忠孝，臣之本也。是君不可以不忠，是我不可以不孝也。嘘，三纲五常，内人理生之大经，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。是以众人曾于孝子之门也。沈家在苦恼，你还在笑你？唉，每日里送往人来把卡背，焚香叩对祭祖先，采收恭敬听教诲，为动下那托生也，这儿明掉了的崔文章，托等我退回我愿实可以。哎呀，孙悟空好像有金箍水，没法子好。来，再多一位吧，我来替你当孙。唉，不顾不顾，大人儿苦我。请问，哎，请问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成这个样子的？是我自己画的。画得一点都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小祖宗，你还是读书要紧。你让我解解闷吧。哈，再让你画吧。哎，二爷，你画别画，可千万不要把我的眉毛画得跟林姑娘一样。为什么？太太不喜欢。有一天，太太到园中来，见了我，虽虎着脸，皱着眉头，她眉间洒出眼波似水，眉眼好像林妹妹，随着腰下肩膀，这个丫头她是谁？奇怪，难道眉眼生得好看一点，也就会得罪神了吗？哼，我偏偏要画得跟林妹妹一样。请问，来。
下真经数不年，被老爷知道定自悲。哎呀，二姨，就是太一万不生，总算你不是真心爱读书，你也应该长出过读书的样子来。读书，又是读书。快，听死你了，来，脱下一件衣服吧，来。咦，这条环境是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从来也没有看见过？这样二爷是哪里来的？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。朋友？是什么样的朋友？竟会送这样的东西？哎呀，你少管一些好不好？哎呀，不知你呀，又去找上什么三教九流的生物了？呀，好鲜艳的一片环境啊！不是我家二爷呀，又说了什么乱着神的事了？哎，你怕什么？我管的都是正经事，有没有去为非作歹了？那你是哪里来的？不瞒你说，是从这亲王府里有个唱戏的戏子，名叫机关。这条环境是他送给我，留作纪念的。唱戏的二爷，你就戏子就叫朋友做这种事情？哟，你戏子叫个朋友，这难道是把那什么当谁了吗？宝兄弟，哎呀，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请进。怎么不欢迎客人嘛？那我也不该理你。宝姐姐，宝姐姐，来，宝姑娘，请坐。宝姐姐，请坐。你们刚才谈的这样的呢，在谈讲些什么？哎呀，宝姑娘，你看，他见我戏子就叫朋友，戏子这完了得。是啊，宝兄弟要是走戏子去讲，那倒叫人担心你。哎呀，宝姐姐，你不要听他这些话。二爷，二爷，什么事啊？老爷吩咐我来说话，是叫一称老爷，明日一早要来拜访。老爷叫二爷准备，明日好会客。会客，又是会客。这是老爷吩咐的嘛？好，嘘。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一辈子。你说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说你能人品在卡，所以才叫你。哼，我无非是个说中有说的畜生罢了。我真不愿意与这些老东们来往你。哎呀，宝姑娘，你看看，他呀，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个不能和主管的人来往，倒却要和戏子？哎呀，这叫朋友的道理。是啊，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呢，宝兄弟。常言道，子呀，看来情，才不想高本门此情上面在此林。也该去为做怪人，谈将戏子多亲戚好要问，要为戏此事做成真本领，理应该把茶馆内剧场进，怎能
姐姐，老太太要问过吧，哎，这么顺利，你去问过吧，去吧。我难道是专被人家玩过牌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听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进，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落毒。你想，这么远的老爷不生气哎呀，睡不着了，我去看看姨娘去。宝姑娘再说一会儿吧。不用了，宝兄弟，我走了。哎啊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啊！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又宽呀。因儿是宝姑娘，要是为了林姑娘，又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提起这些来，宝姑娘真是叫声敬重。可是你呀，倒和人家身份了。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的话啊！这难道是文章话吗？唉，真想不到，穷在贵国之中，也会染上了这种风气。二爷，哎呀，二爷。老爷，众人亲王府有人就见，吩咐有请，有请。请问大人，我们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机关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。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不着。听说乃终身传声，机关琳琅宝玉，相较成儿。听说逃出府去，也是琳琅的旨意。故说请把老先生专职领导，请将机关放回，一则可为我王爷奉恳之意；大二来嘛，哈哈哈哈，以免下官救命之苦啊！请大人稍待，来人，有换宝女是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贵妃被寻救，在外边不法无天又招摇。那机关是王爷家的陈风人，你但怪引得他出风大。
你要，你讲你。那奇怪，燕卷台上有个母，燕卷台下马欢笑。再不愿出身有灵，愿做个一路女俏啊！是来，他曾在哪里？我却不知。哼，他必居东郊，可有此事？他是几时的谁？有必问我。你好，我去找一位，找上了便罢。什么有嘛？再来请教告辞。大人稍等，请大人万岁，不许走开！请大人万岁，请大人万岁，大人！机关呐！可叹你从云在三通关，难道是内无自伤？战士！来人！去我那身子了，屁股全打翻了，把门都关上。嫂子有人算进到里面去，你可当死！哎呀，老祖宗快来！老祖宗快来！天哪！小家父死里作淫之中，富贵功名之家，请才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！你不能光灿灿胸远近，你不能为恨家老高德，恰与那丫头戏子去奔呀，做出了点着门楣成事情。我在今朝去革命，明江南师傅要辞去。我今日当时无念之名声我情愿剃度色空门。
是宝牛是小，要是把老太太气完了，岂必是大了？老爷，我真休你此言，我养了一子，母亦不孝，不知今日结果了他一句完。老爷，你就活在我们夫妻份上，我也一办法，只有这一股孽障。宝牛，我们娘儿俩往这一栋死了，我那苦命的宝牛，宝牛的心，宝牛，都是你！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！拿绳子来，老爷，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！老爷，你要把他勒死，你先把我勒死，要你先把我勒死！老太太宝牛，你先当死我，你先当死我。你先当死我，宝牛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何必自己走来？我儿子进去吩咐，也就是了。你原来和我讲话，我倒是有话吩咐，只是我一生没有养过好儿子，恰巧我才失去老太太，做儿子的时时管教他，也为的是永中要主。老太太说此话，叫我做儿子的，似乎当得起？呸！一句话你尽算，今日不起，他人生子真经得办事事宜，今日里下破碎，是他死替身不叫怕发财，痛彻心扉。不要不真心谁知啊！
先生，听说你近来丢了个签子，是不是？丢了也就算了。我这个倒用不上，你把我这个拿去戴吧。这怎么是的？这是总不见太太送给你的那个好。哎呀，宝姑娘来了半天，屋里杯茶都没有倒。宝姑娘，你数一会儿，我去倒杯茶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和尚道士的话是我信的。什么金玉良缘，我偏要说是莫在姻缘。宝姐姐，啊，是你呀！宝兄弟，你身体可大愈了？多谢你千几张，我已经是都好了。哎，宝姐姐，想是来了许多事了吧？来了一回，是听见你在梦中骂人，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。是真的吗？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。好了好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情，我也来是想骂骂你，二来听说你近来遇出了几岁心事，倒想来拜托一番。是倒是做了几岁，只是总不见你和林妹妹呀。哎，你来了，正好请你评论一下你。好啊，那就到里面去吧。哎，宝姐姐，请。什么宝姑娘、贝姑娘，有什么事跑来是说着，叫我们半夜三更的不得好噻。还不开门？禀你是谁？二爷吩咐的，一个不许放进城来。宝姐姐，请啊！宝兄弟，请啊！请。地
红丫头呀，就凭你这张巧嘴，看起来二嫂子凭他这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太。我的儿啊，我事情老了，还瞧什么你？当年我像凤丫头一把年纪，倒是比她还强的。他是这样的。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说我们家里四个女儿孙妻，又是巧又是好啊。对不起包丫头哟。老太太，这话可是骗了。这倒是真的哦，我是让天老叔宗在北三八姑娘好你。红丫头，去准备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去乐一乐啊。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你呀想吃什么？请快告诉我。好，我有本事叫凤丫头盘了来去。老太太总是接他出难题，时常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我把你羞死了！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验生有算，要是不验生有算啊。什么？到底帮我验吃了你！我呀，我不信，我也是不会呀。谁知园中灵雨丢人，偷纱之泪，张罗花。
进去归。神说我此，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仁吗？我当良是谁？原来是这个狠心夺命。哦，妹妹万岁！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以后就撩开手吧。说吧，说两句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啊！想当初，妹妹总将我从来当，抱有是终日相陪共欢笑。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是凭啊你挑，害怕那呀外婆是不知道我情是张张结结来走了，离上烦恼我担忧，离上开眼我心想。我和你同坐千外，同上山，像一母所生的情同伴。十指旁情情念念，直到底，真见得我俩情谊比甚好。谁知晓妹妹生大的心也大，事情是你下着眼睛把我叫。再造是人
是马呀，为什么月儿鼻子将我跑？离愁树也是少也好，为什么半生都是你常悲好？你叫我不明不怕故里梦啊！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个缺失的归问，原难告。怎么了？在哭啦？谁在哭？快，死来我滚着你！你要死了，动手动脚的。说话忘了情，不去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我啦。你既这么说，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颐永园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此话从哪里说起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呢。好，我啥光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立刻就死好了。崔，那一天啊，我不过常被问天生贵，来访你并做工担心，谁知道随了你丫头眼起灵，上了你颐永园里闭门羹，撇下我满目凄凉的园门，遍体身外梨花尽。那一日你蒙着都不离身，今生有别只差别子80年。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啊。那天只有宝姐姐来送过一回。定是丫头们干出来的好事。等我回去问出是谁，我定要教训他们呢。是要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以后宝姑娘来了，什么贝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扩大了。哎呀，你玩啥这些话？你到底是气我的，你还是追我啊？哎呀，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哎呀，快，劲都跑起来了，还记得一脸爱你。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在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啊？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连你的意思体贴不着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了。你要真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平时怕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顾不了。唉，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尚能宽慰一些，病就会好呢。哦，妹妹万岁！你再让我讲一
句话再真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颗心从来不管事。今天我大胆的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情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管告诉人，只好挨着，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在你梦里都忘不了你，好妹妹。宝儿爷，你怎么了？紫娟，林妹妹呢？林姑娘她早就醉了，醉了，她到哪里去了？回去了，她为宿醉司机家里去了。二爷，八爷，八爷不好了，八爷不好了！二爷，八爷，八爷，你怎么了？八爷，你怎么了？宝玉，你醒醒，宝玉！先生，你是怎样使儿你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？我也不知道自觉二爷说了些什么话，二爷就言语失了，随之也冷了，我也不为失了。不知了，与他讲了些什么？我并没与他说些什么，只与他开了一句玩笑。宝二爷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宝玉，宝二爷，宝玉，宝二爷，宝玉，宝兄弟，宝二爷，宝玉，宝二爷，紫娟，紫娟，你不能醉，你不能醉啊，紫娟！宝二爷，你要醉也我也带了去啊！宝玉啊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老太太，林家的人来看宝爷来了。你叫林家妈妈课堂坐一位啊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林家的人来接林妹妹了，来接林妹妹了！哎呀，挡出去，挡出去，快挡出去！哎呀，宝玉啊，这不是林家的人啊！只要林妹妹，林子谁不许他心里？对呀，也不许提到林子，不许叫心灵的心来。我听见了本玉，不是心里的惊嘞。宝玉，哎呀，那别说啊，我是来接林妹妹的嘛。哎呀，算在那的灯啊！宝玉，紫娟，林妹妹，她从今去不曾。
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您休息15分钟。We will now have an intermission of 15 minutes.
宝玉近来病得奇怪呀，那大女又是何算病，又何算好的？以前小孩子们裹在一起也不怕什么，如今你看怎么样？老太太，依我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趁早结宝玉生了亲，以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。说不定冲一冲喜，病也就好了你。哦，这是那林姑娘啊，谁是玉貌有才，只恐怕多愁多病不闻情。宝丫头德用兼备有福享，品格多方10分严。我是妈，更与金锁配宝牛，是一对天生的并蒂莲，能使家万事兴，所得宝牛富贵人。既说你们都是宝丫头好，那我的旨意也就听了。咦，都听见了，不准传出去。要是追来了一股事，当心当着你们的两条腿。老太太，你看这倘若宝玉真像刚才谁人说的那样，万一再闯出什么祸来，这倒叫是难了啊！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姑妈肯不肯？你只管讲来。依我看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，调配了万事调包机，是一个历代到将敲击官，到时红盖头扎是新奶奶，负心人可用之觉着小丫鬟，对宝玉只是取的是林妹妹，把真情在前瞒一番，是我的姑妈。老祖宗。等到那居然生一山，生你之身送一碗，管教他孝敬咱内犯不了脸，鸳鸯真长喜不难。
为什么要当你？你说出什么话了？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。你说什么啊？我就是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。好一日抬了青天，抬了青天啊！
去也罢，你就去一点吧。叫我自卷真不成，断崖见你抬开手，水面离人实咽喉，镜子里只见你用眼手，枕头边只叫你泪湿头。姑娘啊，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呀？真经得东来到城，下流到秋。姑娘啊，你要多保养在莫愁，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，放开你眉长舒服中意。你好心好意无限制，你曾经劝过多少次，真乃是一生灵魂一难事，满腔恩怨非也是，只落得路远山高家难归。地老天荒，生得
把我的死棍子拿来，身子好些再困吧。啊，拿来。我没有叹气，只怕睡不死啊，姑娘。
这是婆娘是他随身背，曾为我看过多少聚泪。谁知道撕破离别成心苦叹我真心真wan得过家心深，早知曾经彼此薄，我会留人似破到世间。凡问情，从此心落得意外人越早死。姑娘，你醒一醒啊，姑娘。
谁知道风雨无情草木凋。从今儿你手中过夜相随，空是怕是红尘情迷梦中姑娘妹妹，我托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但愿在世没有亲人，我的孙子是关心的，你好歹将他们送我回去。这份情忘记去，休将把魂埋那这杯酒忘记去，休将把魂埋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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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听，姑娘，你不要听，姑娘。
快命令上去吧。林妹妹，你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宝玉啊，来啊，宝女啊，今天你可要稳重点啊！我知道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，天上人间，是天间晨星满意的是我还把龙下口将星星尽，烧别了子弹，把家庭带，总算是东园桃子西园女，今日一想一次在，此生得娶你林妹妹，心事对花瓶拆开，皇上品酒一杯干，今儿若是不一妹，从今后呀与你才色早起在花灯，半夜挑灯把米菜，天香叮咛关曙光，土月彩影大苍台，从此巧女娇迎满室为恨，事到断水分不开，这真是你我三口终于同安，女郎织女情谁为呀？咦，方才这件仙言，却为何不见紫娟呢？他的生肖错了，因此不来。原来是此。哎，林妹妹，你带着这个东西做什么呀？我们何必用这些做汤呢？啊，宝兄弟，哎呀，宝兄弟，做新郎中的多文人，须啥得新娘期待心，多生欢喜少吃啥，三愿三问莫团聚，老祖宗都是为你好。放月，宝兄弟，我的孩儿，愿你俩相敬如宾到白头。那还有什么？宝女啊，来，宝女啊，你母亲的话可要记住哦。我知道，这都是为你好哦。
梦啊！什么做梦不做梦的？老祖宗在这里住上，老爷在外面受伤的。先生，你告诉我，放在手机那美人儿是谁？是新娶的二奶奶。你真糊涂！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林姑娘呢？你怎么问是起林姑娘来了？老爷主子娶的是宝姑娘。是啊，你娶的是宝姑娘啊，是宝姑娘，宝姑娘，是宝姑娘，宝姑娘，宝姑娘，姑娘，宝姑娘。不，老祖宗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什么样一回事？这到底是什么样一回事？宝玉啊，你娶的是宝姑娘。放开！明明有林妹妹存的情，心也反复着他的，怎么也算是多变了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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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大小妹，为什么你出现？你出现啊！林妹妹，林我以为把你好事尽消停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头绳？为什么梅园草莽花针？为什么恰恰间飞将来去？保佑，保佑！莫不是老祖宗骗我家族亲宝姐姐她跟在我的心上层妹妹，你在哪里？定是千禧爷爷，你十分来是关山的结长你们可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？你们可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？娘家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我要死了！宝玉啊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啊？老祖宗，我就去心里话要说，你生，我妹妹都有病，两个病了一条根，方求你帮我放谁解哦，也好娘同病相怜，心连心，我这也能撤想，见我死了也哭张同分。老祖宗啊，我天下
宝玉，今天是你他媳的生日，你竟凭什这样？你好不叫我心痛啊！你呀！我知道，求你们也没有用。阿姨，我去找李妹妹去。宝玉，我去找李妹妹去。宝兄弟，找李妹妹去。宝玉，你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玉，李妹妹，她已经死了。宝玉，宝玉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宝玉，宝玉，宝玉。林妹妹，我来迟了，我来迟了。金月良缘将我骗。
我太我身不能领的话题，居然是不能复印情长过。林妹妹，想当初你是个可怜的，当我将来，只以为暖家可欺孤零夜，我和你情深又是亲兄妹，那时候两小无猜空真面，到后来我妹妹当长堂，共度西厢采花间，包牛是泡沫好心真情太阳，妹妹是心里早已看不厌，到如今无人空当西厢，托那可怜我伤心不敢梨花心，曾记得一红鸳上了闭门啊，讲你是十不爱心也不眠，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啊天，我为你是彩里梦里长相念，好容易谈到同往花烛夜，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啊情，想不到林妹妹变成包贼家，恰原来你们必是我被骗，谁指望大头能将我谁知晓今生你黄土笼中都是面
几年来你是心头愁气，讲话不开，落花满地上旁城，老人与桥上一步成连，你怕那生死上风大火双剑，当时听他故在别你上句剑，妹妹，宝二爷，天也亮，这里不便多留，你快回去吧。子君，我知道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也是个缺死鬼。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还说什么你？子君，妹妹临死时她讲些什么？想当初姑娘病送无人理，上天之语我知心比，他这里是人我桂花三更起，你那边是东方城南一天西，只听他恨声呼报哟，这心酸的事儿我牢记。宝二爷，你来治疗，你来治难夫妻。哦，林妹妹，你不能怪我，这是母母之子，并不是我们心
一段，你休离他。彭子娟，妹妹的花烛今后才来，花树虽在随芳华。彭子娟，妹妹的阴公今何在呀？那阴公叫着姑娘呀，这姑娘身边的娃呀，那阴公言辞情何你世上的人儿不是他。哦，林妹妹，我百人骗了，百人骗